不是，都说了哑巴不许当设计师，你的沉默寡言让我多走了20年弯路。就比如泡面时，叉子固定盖子都是用蛮力插进去的，结果你告诉我这叉子还是个打孔机。不是，大家一起傻了这么多年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还有一直以为奥利奥的舔一舔泡一泡是为了不让被人抢走，谁能想到真正的吃法竟然是……更气人的，在已经不吃果冻的年纪，发现了果冻的正确吃法，比如这种扁嘴果冻。记得小时候都是鲨鱼咬合加死亡缠绕，结果它只需这样就能轻轻松松捏开。还有下面这只猴子，竟然教会了我果冻的正确吃法，只需将尾部一咬就能光速打开。要说最炸裂的还得是订书机，下面这个其实是按钮调模式，换成这个模式针就可以轻松取出。可这就算了，结果你告诉我下面可以打开，还有备用订书钉。